唔啦，男性有歹势讲的镜头，女性嘛有。台中市有一个88岁负责人有4摆自然的生产，不过呢，伊说排尿放尿有困难，佮有失禁的镜头，走路嘛崎崎无爽快，加在经过手术后有改善啊。阿嬷行路看起来正常，不过几个月前，伊行路崎崎无啥爽快，而且放尿真困难。经过医学诊断，是子宫脱垂才安尼。等它愈合好，恢复可以改善它解尿困难跟阴道突出的情况。那要放尿就真困难了，这样清楚了，准啦。意思讲，阿嬷有自然生过4体囡仔，加上年岁女性骨盆静脉组织较零零。经过轮大手术治疗，嘛总算改善阿嬷的镜头。不过阿嬷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恢复得很好，大概手术之后也不会什么疼痛。医师强调，无绝对方法会让预防骨盆内底器官脱垂。女性若是有同款的镜头，莫惊歹势，要紧去找医生看，才会影响正常生活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